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詹伟民。咱来讲吼，这是吼，这个台湾界好、文学界好，拢真正混开一层代志啊。咱讲的就是真理大学。咱看到讲吼，这个麻豆校区本地有咱讲吼有这个台湾文学资料馆吼，去年是从真长途来去换锁关门啦吼。第一次咱看到82岁名誉教授啦吼，咱看到这个馆长，咱看到张良铁哦向关伫外口袂当入去。那么看到讲吼，这个中老伊这个后生吼，张彦伟吼。伫咧面册，甲即件代志拢写互出来吼，啊，伫文坛嘛，互真侪人感觉有够唔甘吼。啊，今日咱嘛看到讲，其实这个教授哦，今日嘛出面讲吼，其实伫去年11月底，校长就派2位吼，真理大学这个校本部的这个职员吼，来麻豆遮吼，要甲这个上珍贵资料拢搬走啦吼。那么看到讲12月初，其实台文馆的这铁门都互人锁起来，啊，讲强调吼，这个换锁的这个过程，伊拢唔知影啦吼。啊，其实咱嘛看到讲，今日伊个开记者会来说明讲吼。千万莫伤害到这个台湾文学这2个字啦吼。其实咱嘛看到讲吼，这真正吼是痛心的这代志。伊讲吼，因为这台湾文学前辈啦吼，70、80年这个辛苦建立起来这个部分吼，真正袂当算断去。另外咧，伊讲吼，这个真理大学台文系都亲像伊家己的后生啦吼，会当拍大人，但是千万唔通拍后生，唔通拍囡仔啦吼。啊，其实伊嘛讲到，这个现主席这个校长吼上任了后，无来顺过一摆吼，但是咧。是安怎会当甲这个预算拢甲提调变成零预算？这回这个事件总算嘛看到讲有啊，有另外一个机会，有一个转机伫。伊讲哦，好不容易这个教育部长等这通电话，然后伊讲这通电话已经等12档吼，啊，即阵吼只要部长会当想出讲安怎较妥善的来去保存这资料甲方法啦吼。另外伊嘛有淡薄细心，伊嘛讲哦有淡薄角换吼，伊讲伊无过是这个台湾文学资料馆的这个名誉馆长，只求哦这个校方会当互伊入去将伊私人的这个物件改。提走了哈，其实咱嘛看到讲，今日这个真理大学的学生会嘛，伫中道出面来讲，有4大诉求要来声援教授啦吼，强调这台湾文学资料是台湾人共有的这个资产吼，呼吁学校都要尊重台湾文史康课哦，长久以来这个拍拼的这个成果啦吼，也嘛爱这个校长陈其明校长爱来回实的，透过今日节目，咱做回来对话。先来邀请节目顶3位来宾，第一位来邀请国立台北教育大学台湾文化研究所名誉教授向阳教授，教授你好。你好，大家好。第二位来邀请真理大学台文系系主任嘛，同时阵嘛是咱台湾文学资料展示中心主任郑宏军，教授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各位听众大家好。第三位邀请真理大学学生会前会长郭宗伦。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是啦，先带各位观众朋友来看讲这个事件本身啊吼，咱看到是这个咱讲中老这个后生张彦伟啦吼，伫面册甲这件代志压开，咱嘛看到讲吼，其实媒体报道了，哇，真正是全面混开，先做来看。已经过身文学家张条前后生张彦伟伫面册铺文第一句就直接写着野蛮2字，批评的是真理大学学校。去年底二度部有警将麻豆校区的台文文学资料馆换锁封馆后，当年伫台文馆内做研究，甲真理共同创立台文系参台文馆的张良德教授袂当入去，消息一出，也互作家甲教授为张良德抱不平。多人相信张老师，所以愿意把文物捐给他。你签校也可以啊，那你要清点，你应该要让张良德出来一起清点，不是吗？我觉得他们讲的话完全不是一个教育者的一个态度。张老师是我们的重要资产，然后张老师在这段时间，他对于台湾文学系的贡献非常的卓越，非常的大。像这些手稿，很多部分都是由他邀请这些相关人士过来的啦，才邀请有这些手稿的。学校初稿下度回应表示，方管是有要将部分台湾文学相关资料刷到淡水校区。张良德教授已经退休真侪年，无算学校职员，是体谅伊对研究甲传承台湾文学的热心甲拍拼，才互伊继续使用台文馆做学术研究。我们需要好好把这些珍贵的馆藏呢，能够做一些比较妥当的运用。我会赶快找张良德先生。找钟兆正的儿子，甚至呢找当初成立的我们叶前校长来好好沟通。台文馆封馆事件引起真侪作家文人关断，文化部也出面做公亲，呼吁双方会当秉持过往共同创立台文系甲台文馆的情谊，和平妥善处理这件代志。文化部将继续关注，并且提供必要协助。记者综合报道。
其实这件代志真正引发着真侪这个论坛啊，这个反应甲回应吼，真正愤慨是讲吼，亲像这个校方竟然来讲吼，换说是要为着吼维护珍贵资产甲张教授这个贡献伫咧吼。啊，其实咱嘛看到讲吼，安尼讲法实在无法度互人接受啦吼。啊，其实向阳教授你嘛伫面册写讲，真正是限压吼，台湾文学限压，咱讲台湾文学界一个升等吼，你安怎看咧？我想这件事件咧。杨讲是处置不当啊，所以和张良杰老师受到真大的委屈，卖讲讲是受到真大的伤害啊。一个大学伊个上重要的精神，就是对史料学术研究的文献非常重视。真理大学有这间由张良杰老师所创立。伫1997年创立的这个台湾文学资料馆，伫咱全台湾，用讲是唯一的一间。这用讲是真理大学上重要的资产。面对着这款资产的运用，你要甲刷去倒位，其实拢不要紧。问题就是讲，你要刷这物件要刷这史料甲这个资产的时阵，你对张教授一定爱先做参详，这是基本的，用讲人情，基本的义理。你甲想看，自1997年开始到今，23年的时间，真理大学甲台文系，伫咱台湾的文学研究内底，拢是上早开创的。啊，在开创的过程内底，你有张良杰教授用伊的，用讲是。半生啦，咱讲人的一生啊，用半生的生命甲精神来维护台湾文学的，来维护台湾文学资料馆，这就是学校的宝。我用限压来讲是讲，是安怎学校唔知要尊重张教授也是讲对张教授有更较济的这款参详，若是会当参详，咱用今仔日张教授伫记者会所讲的，拢知影，伊是真明理的人。伊爱的毋是讲这是财产，伊爱的是讲这是咱台湾文学的共同的资产。咱看伊这个心，就用了解讲，伊奉献半生为着台湾文学，学校用这款态度来对待伊，我感觉。用讲心拢凉一半去啊！心拢凉一半吼，不怪是这个老师用这个限压来去形容吼。佮先带观众朋友来看讲吼，咱上新的这个回应是这个张良杰老师啦吼，伫咧这个下晡时啦吼，2点的这个时阵吼有上新的回应，先带观众朋友做来看。2020年11月30号来了2位小姐，校长派我们来。搬资料，要搬那个最好的、最珍贵的资料。我伫边听着咧，那呢无中无敌。12月1号，这是第一次犯所的时候，我事先拢唔知。是哦，咱听到这个张良杰老师吼，伊其实佫有讲到伊的这个座右铭吼，讲吼人生敢若只有希望甲等待，伊要希望啥？伊要等待啥？就是这个宝吼，真正会当好好来保存吼。其实咱来看讲校方这个回应吼，甲换说这理由，真正使人爱笑啦吼。爱笑是啥物？吼，维护本校这个台湾学生的这个权益吼，将这个部分的台湾文学相关史料要移转来咱讲淡水校本部啦吼，互台湾系学生来去学习。去使用，但是咧，另外讲讲啥，台南校区台湾文学馆资料伤过大啦吼，资料有一寡是学校有的，有一寡是这个教授私人收藏的吼，所以爱厘清什么财产吼，也是讲这个权利这厘清然后来去移转吼。另外，校方嘛咧当咧讲吼，找一寡合适的这个场所，提供这个张教授来去做一寡这个学术的这个研究。另外咧，咱讲到校方嘛咧协调张教授也好。中农的学生张研委也好啦，佮咱讲这个佮相关的这个文学系这个史料相关人员吼，包含着这个前校长吼叶教授吼，这个时间希望会当达成着有一寡这个共识伫咧。另外咱们看到讲台湾文学馆吼，即阵吼即栋建筑物吼，因为真侪当无这个学生甲这个老师来去使用吼，无这个真有
够的这个人力来去维护甲维持啦吼，所以这个锁匙嘛无法度真侪人去摕这个锁匙啦吼，所以这个资产听讲过去。佫有即个互人偷摕去即个部分所以学校用到即个名字啦今日嘛其实有邀请到即个真理大学即个系主任当时阵你是即个台北即个文学资料馆中心的即个主任啦其实看到即件代志，你嘛是真毋甘但是对着张教授来讲，伊佫较毋甘啦，你安怎看咧？迄暗有朋友传迄消息互我，我一看嘛是惊着讲哇。代志哪会发展到安尼啦？所以我马上就去请教我的迄同事，嘛去请教院长，讲有即款的代志发生啦，我做一个系主任，应该是要安怎来处理，因就教我讲，首先就是爱去了解问题，到底张教授。伊是安怎收的？佫有校长，因就感觉爱我去了解了，然后来看有所在有会使解决问题无？嘛有朋友叫我讲赶紧靠张教授叫伊的身体一定爱保重啦。第二天我就赶紧靠，因为张教授嘛无迄手机伊的朋友有手机我嘛足了解张教授的啦，我一卡伊就讲张教授要去中立开会啦，我一听就心情就小可放轻松讲张教授身体袂有问题啦，朋友。伊嘛是靠足久的，我才知影讲，张教授对咱真理大学，对咱真理的台文系实在是讲无爱伤害真理大学台文系啦。伊是足毋甘的安尼忍耐一个月才也有朋友才对伊发声安尼啦，所以。嘛后来嘛有学生我是感觉讲哇，这学生嘛是关心足爱咱台湾系张教授因嘛无一定讲足捌的安奈即摆嘛是安尼徛出来因问我讲是要安怎做安尼我是甲因讲就叫院长甲其他老师教我讲咱爱去了解。张教授迄边我是小可了解，但是讲爱找机会，礼拜嘛爱找机会讲校长爱安怎，爱安怎去找伊，当然我是有，我是知影讲伊已经了解这代志啦，我嘛是咧等校长是毋是，需要我的意见我会是安怎帮忙的，我是感觉讲。这个足感谢媒体啦，各界汉尼关心咱张教授咱一理大学台文系安尼我是感觉讲这我若是拄着校长讲啥物拢莫讲直接迄锁匙就摕互张教授安尼表达讲咱真正考虑代志，有当时是毋是无啥物妥当锁匙摕互伊互伊心情放宽其他再来讲啦所以锁匙我所在站就摕互张教授啦，我是感觉讲，但是这个锁匙摕着，但是这个问题敢拢总解决继续咱先到这个学生会这个前会长其实恁今仔有开一个记者会，有4大诉求要向这个校长来去说明，要来去甲主张啦其实咱嘛看到讲这个部分虽然这个。学校的这个部分要去换锁，用到1,800款的这个理由来去做一寡这个培训尤其佫讲啥，佫讲这个张教授早就毋是咱讲学校的这个教职人员安尼讲真正是损动到这个学校的这个校誉啦你安怎看咧？其实是安尼啦，就是拜五暗时有朋友传迄个钟英伟老师的脸书互我看，我就感觉哇，这代志大条
后来就有新闻出来，就向阳老师甲陈鸿明老师就有发出声明安尼啦。伊拢就感觉啊，这已经毋是咱经理大学的代志啊，这应该是规个台湾的文学的界的代志。所以当阵我就开始联络周教授，啊，毋过其实一开始无啦，啊，毋过后来有联络到。啊，我是想讲，迄当阵就一个想法啦，就是一定爱做啥物物件出来。所以较有会今仔中昼的记者会，啊，咧记者会基本上就是因为咱陈其明教授嘛，就是有讲一寡较无好听的话啦，就是讲你连迄个教职员拢毋是啊，啊，你连迄个名誉的馆长嘛毋是啊，这个有淡薄过分。嘿，啊，其实咯，若有听下今仔日说明会南部的说明会的人哦，基本上若是学生有咧听啦，阮无认为迄叫记者会，阮会叫做迄叫上课，因为真趣味。哦，因为老师周教授嘛有讲一寡有关迄个钟兆政的爱情文学啦，嘿，真正是有够趣味啊！啊，因为伫这进前哦，我其实毋知有周教授即个人伫咱的学校。是。所以我家己嘛是感觉足可笑的。啊，针对拄只下晡的迄个记者会嘛，周教授讲伊已经无要插插经理大学的代志。是。我是拄只为淡水骑机车过来，是愈听愈艰苦啊。就是咱经理大学敢若失去一个足好的老师。啊，伊嘛是咱文学界国宝级的嘛，铺路的即个存在安尼。所以，我嘛是足感觉足可惜的啦，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说明啦。啊，针对中昼的记者会吼，其实主要就是声援周教授，啊，过来就是爱请咱陈其明校长为伊拄则讲的话负责嘛。基本上下晡周教授嘛有讲过，就是伊有请2位伊个老师去南部，啊，讲要摕上珍贵的，我听嘛感觉。怪怪哦，奇怪，那会是摕上珍贵的，因为周教授伊嘛有讲，就是要摕你就全部摕，吼，你莫安尼，遮摕一罐，遮摕一罐，啊，拢散去。啊，我已经整理好啊，啊，嘛是无简单个整理好伫咧遮，啊，你煞搁家己拍歹啦，啊，搁散去，这其实我就会感觉有一个疑问啊，就是。阮经理大学的陈其明校长，伊敢真正有重视这台湾文学这块？我就感觉足奇怪，就是伊可能是嘛无啥注意，也是无啥有一寡这方面的研究啦。所以我是感觉这较可笑吼。咱经理大学竟然有这种国宝级的老师伫咧咱学校，啊，你说安尼甲人对待，啊，舞甲遮歹看，啊。互人会惊下晡的记者会讲啊，伊无要插啊。我是感觉，不管是我本人，还是阮学生，还是经理大学的教授，吼，尤其是咱台文系的学生，吼，即在阮一定拢感觉足可笑的啦。啊，我嘛是呼吁，就是陈其明校长紧甲周教授回信的，这是上要紧的。啊，刷来可能我想周教授嘛袂倒转来啊啦，啊，因为我有甲伊约好，就是找一天要去找伊泡茶啦。因为我对周教授我知，因为我其实拢毋捌伊，啊4天前，吼，这代志报出来，我较去了解。OK。啊，因为周教授较早就是乌名单的名单嘛，去互国民党政府追杀嘛。是。嘿，这部分其实老师就是莫讲虚怀伊个珍贵的书稿啊，珍贵的迄个手稿啦。啊，老师就是一个活跳跳的文献啊，嘿啊，你连这活跳跳的文献拢留袂掉啊！我实在无相信陈其明校长会甲虚怀南部的文献保存较好啦。是，所以咱嘛看到讲吼，其实学生囡仔拢看有啦吼，所以学校真正咧做啥，其实爱搁想一下吼，唔好用较粗残的这个方式。啊，其实咱嘛搁一概来了解这个张教授吼，伊是这个吼日本时代这个昭和14年出世的啦吼。啊，伫咧迄当中吼，就咱玻璃人甲这个向阳老师是共故乡的南投啦吼。啊，其实咱嘛看到讲吼，这个1961年考调到
国立成功大学的这个中文系吼，其实经历着真侪，亲像这个钟理和啦吼，因这个写的这个文章也好啦吼，嘛计划讲吼，这个成大青年出刊这个钟理和纪念专刊吼，但是迄当阵就随吼这个教官来替换啦吼，咱讲吼这个大学毕业了吼，去这个日本関西大学吼，取得这个文学的这个硕士。1972年呢，伫咧国立成功大学做这个专任的这个讲师啦吼，但是咱嘛看到讲吼，因为伫日本时代吼接触到这个左派文人作品，另外搁伫成大提倡着乡土文学，国强吼这个地书白色恐怖，伊嘛是有受到中国国民党政府吼特务伫遐逍遥啦吼，咱嘛看到讲吼，1978年伊离开台湾吼，去到倒位？去到日本。在大学去教册，当时咧，迄当阵，搁互即个中国国民党列作是黑名单，无法度转来台湾吼。1997年，就是咱头拄讲着，即个真理大学成立吼，即个台文系迄一档啦吼，创系系主任，2009年担任咱讲名誉馆长吼。代志就出在遮吼，即个过去即个校长讲，伊毋是名誉馆长，但是咱看即个系啦吼，咱讲台文系即个部分，伊就写。名誉馆长哦吼，这是台文系有安尼去写伊啦吼。另外伊对着这个台湾文学重要的贡献吼，佮有啥物咧？整理着真大量的这个台湾文学家的这个作品。另外啦，编辑着盐分地大啦吼，咱讲吴心莹这个作品啦吼，专辑也好这个写日记吼，这个专辑吼。另外，咱嘛看到讲吼，关于着真济这个日本作品吼，上场咱看到这个替会诗人吼，吴独流吼，这个伊的作品吼，阿西阿的故事吼，佮有这个吼花咧岛的这个岁月吼，拢是伊来去做一撮翻译啊吼，所以这款报吼，真理大学留袂掉啦吼。咱先搁带观众朋友先来看讲吼，这个黑名单伊的历史甲这个过去吼，张教授伊其实爱着这个台湾文学资料馆吼，真正用心，真正注心先做来看。翠秋目笑咧现日本时代台湾少年宫的资料，这是2015年周良德教授伫真理大学满岛台文馆内底的画面。迄当时教授座位边仔拢是册甲资料，毋过无偌久进前，学校锁连大门，拢无爱互伊入去。你是台湾第一间台湾文学系，老实讲，这是恁的强项呢。恁不但无去保护，无去推广的时阵，恁反过转来你甲打压。你讲对。周教授的情某诗人王丽华就替伊抱不平，讲周良德心内一定足艰苦的，因为伊过去是迄种为着研究，连生活费拢摕去买册的人。因为迄阵啊，国家无可能互阮经费，互阮做研究嘛。有册单咧买资料的时阵吼，我煞拄着真侪外国人在下面咧抢，就开始一直甲伊起价，一直甲伊起价，起价到尾仔时阵哦，我的价总嘛有摕去买，包括若要互我做回来的钱。周教授对台湾文学的痴情，自伊较早伫成功大学教册，就因为提倡乡土文学，互即前的国民党政府来迫害，一直到黑名单解除，才转来台湾。后来，伫真理大学创办台湾第一个台湾文学系，做第一届系主任，成立台湾文学资料馆。后来资料馆刷去台南满岛，伊就一直甲遮当作厝。退休后嘛共款，只是现在虽然入去拢有困难。脸书上这个贴文的文字说明，尤其是看到张良哲教授82岁的人的那几张照片，我只有一个感觉，痛心。历史的根基竟然毁于一旦，我认为这个是不智啊！我认为可能是真理大学的不智。作家陈鸿明、等等文学界人士拢共齐乌烟，嘛有真侪人伫真理大学的面册发声，爱校长出来回释咧，希望长期伫台文馆发出的周教授得到合理的对待。记者陈雅文、许凯、贾桂玲综合报道。是啦吼，真正有一个合理的这个对待吼，继续咱个请教向教授啦吼。其实咱看到安尼，除了唔甘以外吼，即这个文学的这个资料，尤其咱头拄讲到，遮尔济这个手稿也好啦吼，买手吼将其买爱何去何从？有啥物建议互咱的这个，咱讲真理大学吼，这个部分无？我想这件代志啊，已经是公共议题啊。今仔日张教授伫记者会嘛有讲啊，讲这拢是公共财。伊心头上大的愿望呢，就是讲，这个台湾文学资料馆内底这物件卖散去。所以我真欢喜听到教育部长昨暗时
10点的款，有打电话给张教授，教育部愿意出面来协调，我感觉这是真好的做法。我会记得第一天，将烟委啊，打出去的这个面册文章的时阵，我都有呼吁，文化部啊甲教育部爱出面，因为这是公共的财产、公共的议题。你国家的政策也好，还是讲管理部门也好、行政部门也好，一定要强烈关心这件代志。所以你提到讲到底要安怎处理，我的看法咧，真理大学可能已经在我来看，包括张教授的心肝头啊，应该是拢认为无适合的单位，无适合吧啦吼，应该是无适合。因为看伊处理换数、用数，甲张教授安尼一路的联系，校长是完全无出面。用2个职员，一个处长，处长嘛无甲伊真正伫联络。所以来看，未来若是这资料佫继续由真理大学来管理，我感觉真无乐观。所以我认为，不管是教育部也好，文化部也好，或者是管资料，和台湾文学资料馆的这董事者委属家属，拢应该关心这件代志。而且应该参加伫这个协调内底。是，因为张教授切心嘛啦，所以伊讲已经毋是名誉馆长，所以要安怎处理，伊无意见。是，但是我想，这是伊内心的一寡，会讲艰苦。咱应该爱将这件代志当作是台湾面对着你对咱台湾的文学，台湾的基地，就是台湾记忆，台湾基地。另外面对着台湾文化，这长期累积的物件的时阵，社会也好，政府也好，共同提出一个办法。做公亲来解决。有影吼，其实咱嘛看到讲吼，毋拿这个教育部，连这个文化部其实吼嘛有咧做。我认为文化部因为要有台湾文学馆，咱文学馆嘛有真好的场所啦吼，典藏的条件，还佫有国家的预算。当然，台南市政府若要出面，要对张良教授住的所在满岛找一个公共，咱有足侪。废弃管所无咧用的管辖，用迄个来处理，我感觉那张教授会当接受，嘛是真好。是，总是咧，有这个馆，有这个重要的史料，标志咱台湾对本来较重视中国文学，走向开始注意着家己的资产。台湾文学这个资产，这是一个真重要的里程碑。里程碑，咱若做会好。咱就袂对咱的子孙，咱就讲阮有认真做过。我建议文化部也好，教育部也好，总是爱有人出来协调。是，有影吼，继续咱搁请教这个主任吼。其实咱头拄安尼讲起来吼，这头拄这个向阳教授讲这已经是这个一个公共议题啊吼。另外嘛真侪人吼，包含向阳教授在内啦吼，嘛讲。真理大学已经无适合吼来继续接这个吼珍贵的这个手稿也好，文献也好啦吼。身为系主任，系主任你安怎看咧？确实啦，我感觉咱台湾文学资料馆吼，无张教授是袂使的啦。我报档以前嘛是了解讲，哇，财务的问题吼，人手的问题吼，这要安怎解决吼？我嘛想讲咱毕业生嘛是。咱成立台湾文学嘛25届啊吼，是毋是迄毕业生有法度大家来共同来出力，是毋来帮助这个文学馆还有佫有张教授伊年岁嘛大，是毋是安怎甲伊斗相共嘛，互伊家己一个人伫遐安尼足无用的安尼啦我伫满岛嘛是10栋，即马看哇，迄建筑拢是安尼逼破，看嘛是真艰苦啦，我相信咧校长伊已经知影讲，一定
希望有智慧吼，安怎来未来安怎处理，除了讲咱真理大学是爱自立自强啦，对咱拍拼遐尼久啊，这未来是安怎修饰一定爱好好甲周教授请教。我想讲这校长一定会做啊啦，是我就再一次感谢各界对阮真理大学的关心安尼，我嘛是定伫学校伫教室内底，甲学生讲咱系有一个足了不起的人呢，伊正在麻豆吴金奖10月24号伊会来呢，咱摕伊的册互伊签啦，咱甲伊握手啦。来甲伊翕相，来甲伊熟悉呢，这即马我相信学生一定知影讲，哇，实在是袂歹，以后实在是不是有机会咱斗阵包围咱车来去麻豆来看周教授嘛是赶紧来参观这咱家己最宝贵的文学馆，好好来读个周教授伊的册45字书安尼啦。有影啦其实这个系主任嘛有家己的这个苦衷伫咧但是咱嘛讲着，这已经是一个公共议题其实这个学生会伫咧这个面册进前就写过啦这个台湾文学资料馆伫咧麻豆这个所在边啊，就是这个渔文还有这个鸭寮咱讲大家拢唔知影这个宝，但是恁有看到是，迄是下今下晡说明会，周教授嘛讲过啦。这资料馆起来就是伫咧鸭寮甲渔文中间这拢是咱家己人起的嘛，毋是政客，嘛毋是一寡有影响力的人来起的。毋过其实我的意见甲拄则向阳教授讲的，我的想法是共款啦，就是我想讲，真理大学这文书这些文书应该是保袂掉啊。毋过我爱甲大家讲一点，就是学生是足无辜的，就是阮事先拢毋知有即种代志，嘛是看报纸，甲迄个中研会老师报出来，较知影的。所以我家己的私心希望就是看即侪物件会使找上好的所在去收留，这是上好。OK。嘛是会使互咱真理大学的台文系，也是咱真理大学对台湾文学的有兴趣的学生，嘛是会使去看啦，去参考一下，无就是做报告，还是研究。我是感觉这是我想要求的一点嘛。是。嘿，第二点就是一定新资料一定要找一个好的所在保存起来。因为当时学校讲要煞来台北嘛。我就感觉，淡水的天气刚适合，湿淡湿淡。过来第二是，咱真理大学的北部校区，基本上已经无地通好，放几侪遐尔侪资料。到底你要牵过来台北，到底是要安怎牵？这点我就有淡薄疑问啦。这是我的想法啦。是。所以咱搁继续来看讲其实这个代志，咱头拄仔讲到咱讲是台湾一个头一个台文系啦讲这个台湾头一个建制化这个体系，搁有这个咱讲收藏的这个物件，到尾会真正消失去嘛？其实咱看到讲台文系本早伫咧麻豆校区遐，搁有这个台文系这个学生囡仔但是因为这个招生的这个关系嘛，失去掉这个部分所以才刷转来这个淡江这个淡水遮啦咱嘛看到讲真正也是安尼，真正拍算去的这部分到底有啥物影响啦其实咱嘛看到讲，迄当阵要成立头一个咱讲第一个这个台文系啦真正咱排这个12届规划台湾文学系啦传承讲台湾文学建调咱讲就是这个台湾文学做主体性啦咱讲伫咧麻豆正做是台湾头一个啦这个台湾文学系啦张良在咧当阵是头一任的这个系主任。另外咧，这个文学资料馆是遐尔这个珍贵除了伊这个坪数1600坪以外收藏，也有这个清代手抄本咱讲还有真正这个珍贵这个古本也好，也是讲这个台湾文学史料拢真正重要。其实还有分做6个这个展览室
为什么呢？有这个作家这个手稿吼，其实咱讲的上济就是这个中脑这个作家吼，咱讲吼，甲这个叶石道啦吼，去写这个批信往来这个真正珍贵的这个资料，拢伫咧遮啦吼。另外咧，嘛有突破到近期访问的228受难家属的这个228受难者。2条日吼，这个查某囝吼，这个嘛甲这个部分吼2000册这个藏书吼，甲100件珍贵文件拢吼这个资料馆吼。所以其实咱个来介绍讲吼，这个文学资料馆到底内底这个资产吼，其实头拄老师这个向阳教授伊讲过吼，这个文化部来接，也是教育部来接吼。其实你较看，这个亲像咱讲中脑吼，甲这个叶石道这个吼写批这个往来啦吼，佫有真珍贵的这个。资料拢伫咧吼，伊真正是买去买手啦吼，咱头拄讲到好去好从但是上尾咧，这个解决的方式也是伫咧这个学校本身吼。教授佫有啥物建议吼？这个学校无？我想真理大学当年创立台湾文学系，用讲改写台湾文学史，也是台湾教育的真重要的第一步。这是真理大学的，会用讲是。对台湾的贡献，所以真理大学的校方包括校长，也是真理大学的教授，去思考讲，咱捌创造台湾的奇迹，创造台湾第一的这个真重要，而且历史上大家会感谢的这个行动。现主是面对这个代志咧，其实真好处理。我想校长也好。校方也好，昨有那像有送一寡礼物甲锁匙转去互张教授。毋过张教授那像要拒绝所以是毋是校方的人员呢？包括校长搁较谦卑淡薄你面对的是一个80外岁的老教授，奉献伊的20外年的青春，互这个学校。退休了后，无开学校半仙钱，当然伊有用到学校的建筑甲甲这个电水电，有用到你的铁门。但是你唔管安怎，伊也是你的宝，用这款心情向伊道歉。所以我感觉是唔管安怎，你做一个教育人员，做一个人，拢应该做的代志，唔是讲送礼物，派人送礼物，你去甲道歉。我想。其他代志要搁讨论，学校应该无咱唔是讲有意思要安尼挑工做但是你都做唔到嘛所以较谦卑咧。是，咱搁继续请教这个系主任其实咱头拄有讲到这个处理的代志真简单但是买手这个咱讲这个张教授已经无接受头拄嘛有真侪人建议讲这手稿也好拢爱行转来或者这个原作者也好，还是这个家属也好啦其实这批这个资料取得真正困难，尤其咱讲张教授对系主任嘛是真好伊嘛是甲你提拔的所以你有啥物搁建议讲这个咱做一座桥啦尤其台湾这个。咱讲体制化，这个文学系啦这台文系第一所就伫咱真理啦即阵伫你的这个任内出这款代志，你有啥物想法无？就参照我拄仔讲的，这台湾文学资料馆，无张教授实在是袂使未来足侪人才财务安怎处理的问题，这遐尼侪物件嘛无可能讲一声就搬来淡水。是毋是？校长有啥物？除了这锁匙啦、礼物啦，其他搁较有建设的这种方式，应该开的钱赶紧修理，将内底因为我学校的迄财务实在我嘛无了解啦，但是内底是毋是冷气嘛是赶紧甲伊拍互开。好甲伊保存落来，其他就好听咱张教授，伊到底是啥物想法？我是感觉讲张教授，伊是咧足看会清爱真理大学，爱咱台湾文学系，迄资料馆嘛是参照伊的囝共款啦。当然这文学馆若是讲伊一直希望讲会使搬去迄总统府，我嘛是希望安尼，但是这现实上，
吼，就是阮真理大学，吼，这就为迄叶仁哲校长吼，安尼支持吼，啊一直到今嘛，吼，阮会继续吼，我袂使替校长讲啥物啦，吼，我就感觉校长伊已经是会了解，伊应该知影安怎做，吼，啊咱吼刘教授吼实在是我讲吼。就吼，我是感觉足见效的吼，啊，虽然讲代志吼慢慢会结束，但是未来实在是阁有遮济问题爱处理，啊，我伫遮就感觉希望啦，希望迄上帝继续互阮有勇气、信心来处理这代志。有影啦吼，其实咱嘛听到这个。主任啦吼，其实嘛是真侪这个威廉的这个所在吼，其实这个校方这个态度非常重要吼。其实长久以来哈，咱讲到这个文学吼，也是讲过去咱讲去受打压的这部分，乡土文学就是其中一个非常大的这个部分吼。安尼佫真做是另外一个打压的这个事件吼，咱佫先请教这个向阳教授啦吼。咱讲到过去乡土文学会当兴起，甲尾手吼，佫去互这个打压佫。即阵出即段代志吼，这嘛是写伫即个新的即个历史内底啦吼。你安怎去看即段代志咧？是啊，因为即件事件，用讲是2000年了后，台湾文学界发生的一个真重大的事件。1977年，台湾发生乡土文学的论战。其实这个时阵的张良杰教授，伊就是始祖之一啦，伊就头前吼，因为做真侪乡土文学的经历，咱拄仔你嘛有报告过。是。来到2021年啊，佫发生有那是始祖也是张教授，但是事件的来源是伊用心去收藏的这台湾文学史料。我那提供咱做一个思考，就是讲，即摆咱已经是一个自由民主，而且重视文化的国家。是。咱重视文化的程度咧，就用伫即个安怎处理你过去的前辈、作家、作品、手稿的即个态度面顶，看会出来，即个国家是毋是有文化的希望？等待甲希望，这是张教授啊，拄啊伫记者会有讲的。伊看这个基督山文学，我有信心因为台湾有智慧。OK。咱的真侪社会文史工作者，做足侪代志，因嘛需要人关心。人因为安尼的代志，将所有台湾各地文史资料的工作者，甲因的苦楚，拢会当大家政府也会当了解，社会会当甲因。用讲致敬 ，OK， 这可能是一个袂歹的结果。有影吼，这件代志吼，虽然是一个危机，但是嘛是一个转机啦吼。其实咱嘛看到讲台文系吼，真正有想要做代志吼，但是其实咱讲吼，这个学生囡仔今仔日恁遮吼，毋若是真理大学有真侪亲像这个师大台文系的这个学生囡仔嘛有去啦吼。这串联的学生囡仔有传达到什么信息无？咱继续请教这个会长吼。基本上是安尼啦，就是我是感觉。这档代志已经引起社会大众对台湾文学的关心，因为一直以来啦，就是咱社会大众对这块可能是较无去目，会惊下无说明会，伊就张教授嘛有家己咧讲生笑，讲伊嘛无想讲，哪会遐尔啊紧，就上新闻啦，是，就是讲伊想讲。咱台湾人关心倒位有名产嘛？亲像即款代志，那有可能有人会看？所以我想，咱会今仔来支援的学生，基本上咱拢一条心嘛，就共款意见，声援张教授。对因为应该是昨日啦，我有甲张教授有确认过。就是讲，咱换所的迄当阵啊，就是伊有表示讲，到即马为止，校长连亲自啊一通电话敲电话互伊关心拢无。是。毋过咱会使看到伫咧媒体、伫咧新闻馆顶，学校的声明稿内底嘛有写讲伊一直有咧关心张教授一直咧想办法找伊会面沟通安尼。阮就感觉
讲，这是咧算两面手法嘛？是咧做一个新闻的操作嘛？阮是感觉这可能有淡薄仔怪怪，所以嘛是奉劝咱迄个陈其明校长，就是你着确实有讲出无适合的话，啊，着会室咧，就像向荣教授讲的，你着去会室咧，吼啊，迄块资料其实我拄仔讲的嘛。袂保啊啦，无保啊。啊，毋过就是希望咱政理大学的学生嘛是会使以后嘛是会来去看迄块资料做研究安尼。啊，张教授家己嘛是有讲啊，就是伊已經82歲啊。啊，其實學校就一通電話，也是一個批紙啊、公文啊，甲伊講啊，歹勢，咱着招生着無啥好吼，啊，着遮麻豆迄遐就是愛收起來啊。啊，伊其實嘛是願意啦，願意就是尊重學校的決定。因為嘛無法度啊，就是像有幾個，像拄則有講迄個台灣系嘛，啊，閣有幾個系航空系嘛，嘛已經搬來咱北部啊。是。嘿，其實迄個麻豆的招生狀況，阮學生家己嘛看會到啦，啊嘛知影學校的即馬運作的狀況是安怎。吼，其實阮會驚開記者會，上主要就是要甲社會大眾講學生甲校長的立場哦是無共款的哦。阮是成員張教授，阮是有看到台灣文學即個台灣文史對咱家己的關心，阮愛去關心吼，因為這可能因為阮即馬也未學到嘛，啊，即個智慧就是咱愛去學的，咱愛去慢慢來了解的。這基本上就是阮會今仔開記者會主要的原因嘛，基本上就是安尼。有影啦吼，所以咱嘛看到讲吼，針對這件代志吼，真做是這2000年以後吼非常重要一件事件吼。頭拄仔咱嘛講到吼，危機就是一個轉機啦吼，毋望這個手稿完全會當好好來保存落去吼，這個張教授這個心血才袂當拍算去算斷去吼。其實真濟人嘛是對這件代志有期待有寄望的吼。啊，其實咱嘛看到講吼，其實迄當陣甲向陽教授當時陣來發出聲明的時陣，嘛有這個陳鴻銘教授吼講真正是一個災難吼。另外，這個上基本的這個文明攏無啦吼，就是咱過去這個鄉土文學去打這件代志，又擱佇這回來重演啦吼。另外，這個中農吼，這個後生吼張延偉啦吼，伊講啥對台灣文學有重大貢獻吼。這個吼，咱講真正要甲伊掃地出門嘛吼。另外，學校這種做法毋是野蠻，啥物叫做野蠻吼？啊，其實咱嘛看到這個禮拜四的這個時陣吼，迄當陣咱看到這個中農這個後生吼張延偉甲這個張教授。共同來開這個記者會啦，吼，迄當陣毋是記者會，迄當陣是這個研討會這個形式啦，吼。迄當陣這個咱講張教授有半滾生笑講啊，攏是你啦，吼，害我這個20-30當來無遐爾紅過啦，吼。所以咱閣繼續請教這個向陽教授啦，吼。今仔日咱看到這個中農的這個後生有安尼做法，伊想要延續啥物無？張延偉啊，是一個真正直的人，伊有若做過真久長的記者，即擺應該要是記者甲主編。伊甲張條正先生當然是爸仔囝吼，所以伊出來主張講因老爸的手稿資料無要過互真理大學，伊本來就有伊的正當性。佇即件代志面頂呢，伊的面冊有寫着講伊。有將這個稿摕互張教授看，張教授希望莫傷害到真理大學，所以伊應該是看袂做啦。到你講你看袂做啦，真生氣。我認為嘛是對，因為伊若唔發出來，無人會知。這個代志就是安尼過。張教授就是個人偏仔懵咧，哪伊家己講的，哪流浪狗安尼流浪轉去。所以安尼是社會無公理啊，無公道啊。所以我認為張延偉安尼做是完全正確。而且會用互咱了解到講，咱台灣啊，佇即個為着建立一個咱台灣家己主體性文化，即個過程啊，毋是講因為你已經執政，還是講你都較重視台灣本土文化的政府有存在，都會當啊，因為要有各種無共款的層面。包括咱的教育界，包括咱文化界，包括咱的媒體，其實都要有共款類似的問題存在。所以趁這邊，趁這一次，因為這個資料館的關係，或者的問題浮出來，大家看會到，才知影講咱來個
继续拍拼。是，有影吼，继续拍拼。咱嘛讲吼，本地有人咧问讲哈，其实亲像这个公司台语来出啊，好啊，还是讲这个啊，嘿，有人就讲啊，这个有命就好啊，吼，啊挂命就好啊，啊其实拢无要去甲吼，斗帮忙斗三工者吼，这嘛是一种危险伫咧吼。所以咱嘛问讲吼，真正有注心的人吼，搁较赶紧来甲这个斗杀这个吼。咱嘛看到讲吼，真侪人有影吼，有这个。落实的这个希望，但是这个落实实践的这个大问题吼，也是一个吼，大家爱去吼做一寡想法的这个部分吼。继续，咱个请教这个系主任吼，真理大学拄到这个招生的这个问题，也是讲吼，这个咱讲这个台文系啦吼，有一寡这个困境伫咧吼。啊，其实咱嘛讲吼，真正这个台文，也是讲这个台湾文学，其实要一片这个出路伫咧啦吼。系主任，你有啥物想法无？好，咱台湾文学系吼。为10年以前，阮系着有一个陈启文教授，伊实在是足知影讲社会变化，所以阮即马请足侪迄业界迄先生，有自由时报啦、三立电视台啦，万卷楼啦，因来阮系开课啦、教册，互阮学生知影讲，哇，台湾文学系嘛有以后的出路哦。无问题呢，暑假嘛会使去因公司去实习呢，毕业嘛会使写有关系着迄实务能力的即种论文呢，我感觉讲即马社会嘛愈来愈肯定阮台湾系即种做法，除了伊基本的研究的能力以外，有遮侪出路，足感谢迄各位家长放心将恁的子女来阮台湾文学系教册啦，我感觉讲阮真理大学也好，咱阮台文系也好，嘛是一直伫学习请教各界，阮爱安怎来做，有迄赵教授继续甲阮支持啊，阮一定会搁较好安尼。有影啦吼。虽然讲吼，这个文学吼，毋能干咱这个写文章，其实其他这个实作的空间也有真济啦吼。亲像你甲这个过去这个文学家，甲伊变做是咱讲吼一个影片也好啦吼，也是伫网络做一个网站，嘛是新的一个吼实践的这个方式吼。上尾咱搁请教这个向荣教授吼，其实你嘛是这个台文所的这个吼教授吼，名誉教授吼，其实咱看到安尼这个部分，嘛代表一个吼台文系，若是伫咧建制化，可能拄到一个坎嘛吼，这个坎爱下过，其实咱是这个全台湾的这个台文系，拢拄到这个困境哈，佮有啥物建议无吼？上尾伫这个部分呢？台湾文学的系所咧，自真理大学台湾系创立到呾吼，已经有台湾文学学会的创会，我是做第一任的理事长，即摆已经来到第3任，是代黄美娥教授做一个会长。对这阮这个学会来讲呢，伊就是集合咱全台湾每一个大学内底有系台湾文学系，有所台湾文学所，或者是语言台湾语言的系甲所，老师学生共同的力量。你讲到讲台湾文学系有出路无？我讲一句实在话，假使你若住伫台湾，你毋管你要做电视人员，你要做广告人员。你要做包括报纸、媒体，甚至你要做产业，你对台湾文学无一丝仔研究，你袂趁大钱。这拢是你的底底啦吼。这都是你的底底。是。你的物产，因为你的文学甲文化，你对台湾过去历史的了解，文献的这个吸收，所以你才会当将你家己在地的一寡物件特色甲发挥出来。是。比如我。住伫美浓，那美浓有中理河，中理河物件变成做美浓的财产，都哪像即摆咱在讲台湾文学资料馆是淡水的真理大学正重要的资产共款，这就是台湾文学的出路。甚至我个人嘛认为，你做一个台湾的政治人物、外交人员，你假使若对台湾文学无了解，你其实无法度代表台湾。是咱看外国的真侪外交官。因出喙就是莎士比亚、歌德，因会晓念因的诗。咱家己的外交官咱的政治人物，
那无法度了解，比如说你上少偌河中条证者，你拢知黄春明者，你拢会当读出来。安尼的时阵，你就是有水准的政治人物。是。所以这我感觉真重要，这就是台湾文学的用处。你来讲台湾人有用无？有伊的用处就伫遮。是，互咱这个文化更较深化吼，唔是安尼浅浅啊吼，这个部分吼，其实咱透过今日这个事件吼，搁一摆来回顾讲吼，其实咱过去对台湾乡土文化的这个重视，嘛真正吼爱认捌着，咱讲吼张教授这个宝啦吼，真正唔茫讲吼，这个台湾哦，真正这个紧吼，唔通长期惊，非常感谢三位来宾，嘛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咱马仔再会，感谢多谢。多谢，感谢，多谢，多谢，多谢。